台湾贵份火车的人许多哦，我同大家小解一啲首创火车嘅狂人王文正，迄人熟悉火车模型，伊系首创正经的火车。王文正喺屏东内埔的罗沃空架空嘅7台火车，到台路係洋菜一样嘅无改装，其中工法好拍铁的，韩国係挑战用公路对台东再转屏东，围路嘅会经过嘅山龙6口一道，如果先去2个。然后又好完成一个运输大工厂，以搬运、吊挂、安置火车的所费，去买火车的上批案多。来看一个首创狂人的故事。我还算了，我猜3块好了。阿姐，那你们不能上来。一开始嘅北上火车，王文正眼快不破，天上是简单看唔到嘅工法好拍铁咧，总算本人看到以上做马嘅样嘅嘢。王文正屏东呢会路过嘅空架后，中胸标嘅7台火车，听人烧火车模型，王文正係烧真实嘅火车，讲有一壳就有一壳。很喜欢火车怎么办呢？想办法把它买回家。那，刚开始我就买了。最后面那台手车，93年买的，然后这一批，现在后面的第2、3、4台，那时候是刚好厂商招标，我跟他价钱都讲好了，然后跟他说好要跟他买的时候，才想到说我放哪里，才回来家里商量说我要怎么把火车弄回来。我讲王文正烧火车被警告，听说我讲到一台工法好拍铁咧。8年前，有一对台东运轨工法好，批人都讲无推机拆开来，係冇可能送回屏东嘅。而為到一挑戰用公路辦火車，而軌路嘅巷嘅橋幫坑，有一個行過大路轉發嘅半徑係一台超快出去2尺寸，當飛公路就只為5、6轉。那时候从台东拖回来，还经过沿线的隧道，然后乡涵、路桥，全部都要去调查，因为它一定是超高啊。我们的道路规则是到4.6米，可是它装载起来已经467公分了，超过。像我们那时候经过台东的更生路桥的时候，超高怎么办呢？轮胎泄气，差3公分，轮胎泄气，拖过去之后。再叫人家重新来打气，所以说这台火车是第一台，就是常规的火车从台东运回来我们西部的就这一台。為到外邊也到新冠病態，王文正還先屯田橋嘅地整理好勢，自家做火車路。要用機具，用刮土機把它刮平，然後再把整木排上去，然後要配合這個間距，這個間距就是照台鐵的間距。然後你們看這個道釘，這個是台鐵淘汰下來的道釘。以前的最傳統的釘字法就是8，就是我們的國字的8，這裡到這裡，這裡到這裡，是不是一個8字形？每個都一樣。按你算起來，買火車過後，按到工廠嘅收費係買火車費3倍按多，就冇講是半米嘅保養問題。王文正大拍講，浪漫嘅夢是唔係有錢就錢財做嘅得咧。一台拍鐵嘅行頭，喺後面嘅鐵嘅嚇，叫藍皮車，會上路。嗰上個蓋帆布，那個帆布很重，2個人提當行綁，一個人提當下送。也是嗰樣啦，我呢三兩帆布嘅。嗰上講嚇，買咗火車其實嗰辛苦，嗰度事情睇下嘢唔啲啊。想講買火車嗰好啊，嗰險皮啊，講基本上總算有錢啦，我買唔可能再唔歸來。按再歸來以後，我保養啊，而唔可以同按胎台啊，嗰度問題啊，保養嗰胎問題。王文正一定實現首創品，唔肯做乜嘅改變，堅持要保存佢本來的樣嘅。我會買火車，就是要它原汁原味，就是要抓住它當年的神韻。所以說回來的時候，我椅子、車裡面的底盤零件，再困難我都要把它拿回來，包括引擎都一定要拿回來，我沒有把它半路丟掉。
这个是台铁第一个有驼背的车子，上面有一个单驼峰。看过王文正苏从平嘅朋友，傻傻就过错镜。第一次来发现它有这个火车的时候，我们大开眼界，叹为观止。因为我们以为火车是那个小火车，谁知道是真实的火车，那么大，还有6节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占地那么广，而且这些火车都是我们小时候坐过，我们都经历过，我们都在里面跑跳玩过，居然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。为暗点暗分火车，其实同王文正万世不是坐火车各有关系。以前呢，我们这时间我把台电输配电工程处，满了明年不是要坐火车出来。以前在上海在屏东尼埔的老师们讲，买一个台北，可能就只有我这只乡下老鼠举手。其实也不是说家里特别好，是因为我爸爸在输配电工程处，那我们要常常跟着他搬家。他也有真实的火车，也有火车行嘅天赋，各种各样同火车有关的文物。王文正行唔变过，出去都係佢上愛收嘅東西。以前茶站拢有一块牌，日本时代做，差不多得走好半年的时间，走好半年了，伊标那个里，都走二左轨件，伊一片指高雄站，头摆站提给今日的高雄港站，都提西子湾捷运站嘅地方，高雄以指给片，那个就是高雄，它靠那1.7迈乘以1.6倍，大概2.7公里左右了。今日我们的3块座就是在高雄中学的高雄总共和黑米。啲通通同薄啊！我中关县协会动雄委绕这个人民教育说，我们台湾有很多很珍贵的铁道遗产，还有铁道文化。他也王文正行看火车，看到有名氣，收藏嘅東西未見來見到。英國以前正經火車線呢，幾年嚟攏睇行駛路有42條，伊等屯行路走過後有時間表，那有時間表，有時間表，伊外國嘅旅客來嘅時間，伊都提講那禮拜一到那有開火車，都可以追蒸汽火車。按多年來，去國外去俾火車嘅相片，而未提用本西式火車站做車站嘅補擺。英國人他只要拍戰爭片呢，就是說那個什麼在車站送行呢，就是說可能這個可能是送他最後一次，就是說都在這裡拍，很多戰爭電影在這邊拍。那就介紹火車相關嘅文物，王文正就係想愛完成佢嘅夢想，有佢嘅鐵道博物館。10月10號，我一直有個夢，我要開個博物館，但是這個博物館不容易找到地了，所以說我現在是在收藏的階段，但是它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，我可能有生之年我還在顧着它，一直把它轉移到它合適的地方去，這是一個甜蜜的負擔，也是可能我一輩子的負擔。按份火車，按很事前，王文正唔後悔嘅講，也怕係佢一生人愛白嘅仔。